各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香港普選行政長官嘅決定。普選行政長官嘅提名委員會會按照選委會嘅產生辦法，參選人需要獲得提委會半數以上嘅提委支持，先至能夠出閘成為候選人，限2到3人。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話：決定係根據香港實際情況同埋循序漸進嘅原則，希望繼續理性務實探討，凝聚共識，實現普選特首。佔中運動夜晚喺天馬公園集會，多個民主派議員話會否決政府提交嘅方案。先睇下人大常委會嘅決定。經過1連7日嘅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下晝喺閉幕會議上投票，出席嘅170個常委全票通過香港普選問題嘅決定，定出香港由2017年開始普選行政長官制度嘅4個核心框架。首先係要組成有廣泛代表性嘅提名委員會，人數、構成同產生辦法係按照第4任行政長官選委會嘅規定去做，即係維持1200人，以及4大界別，即係工商金融界、專業界、勞工社會服務界同政界，比例要同等不變。每個候選人都需要獲得提委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嘅支持先能夠出閘，出閘人數都有限制，提委會按民主程序產生2至3個候選人。香港合資格選民都有選舉權，從候選人當中選出1個行政長官人選，再由中央政府任命。人大常委會嘅決定又訂明，如果方案被否決，就會繼續沿用上屆特首嘅產生辦法，亦都即係原地踏步。2016年立法會嘅產生辦法同表決程序就不變。人大常委會規定，日後要由普選產生嘅行政長官向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先至可以啟動全面普選立法會嘅程序。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就常委會嘅決定作說明，話普選框架係要澄清偏離基本法嘅錯誤認識，並且批評普選要符合國際標準嘅講法。香港有些人不強調按照基本法來搞普選，而反覆地鼓吹按照所謂的國際標準。實際上，我看這些人的國際標準都是按照他們自己量身定做的，並不是什麼國際標準。我想，是他們的個人標準。如果這些人再以一己之私、重操舊法、捆綁否決法案，那麼這一次香港錯失了將不僅僅是一次民主發展的機會，更重要的是，香港可能面臨更長時間的政治爭拗。咁提名委員會仲有咩改動嘅空間呢？李飛喺說明文件裏邊提出，各界別嘅劃分，邊啲組織可以產生委員嘅名額，係由香港特區制定選舉法加以規定。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之後，象徵政改第2部曲正式完成。咁下一步咧就係翻去香港，由特區政府提出方案，做第2階段嘅諮詢，要得到立法會最少2/3議員同意先至可以通過，再加翻上係人大常委會批准。無線電視記者吳景俊喺北京報道。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姚國平話：政改仲有多個地方可以討論，而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認為，泛民議員需要聽市民嘅意見去決定投票取向。駐北京記者鄭思婷報道。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喺政改議案表決之後離開人民大會堂，落樓梯嗰陣差啲跌倒。佢認為定出普選框架之後，具體嘅參選方法、提名程序等，仲有好大空間討論，決定權交喺香港市民手上。當你第一步行出去唔穩陣，因為你想行得快呢，如果你跌低嘅時候，個結果就嗰個後果更加唔好。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即係無論你係溫和派又好，泛民又好，大家都諗一諗，停一停，呢個係個開始。係一個好重要嘅，亦即係歷史性嘅一步。行唔行呢？而家呢嗰個波呢，就係喺泛民嗰度，亦都喺全香港市民嗰度。如果大多數市民覺得政府所提出嚟嘅方案，佢哋都係可以接受嘅，咁我諗泛民主派嘅立法會議員，佢哋都要考慮市民嘅意見嘅。如果2017落實唔到普選，咁幾時先再有機會啦？
港區人大代表譚惠珠話：人大嘅決定冇話之後唔可以再提出政改，有需要嘅話仍然可以按照實際情況啟動5部曲修改選舉辦法。多位北京學者亦都召開記者會解釋政改框架。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姚國平指，雖然4大界別唔能夠變，不過裡面嘅38個界別分組有調整空間。在這個4大界別內，界別分組是不是可以有適當的調整呢？另外呢，選民基礎是不是可以有所擴大呢？另外，委員的產生辦法是不是可以更加民主呢？這個可以，我想這個是可以作為討論的空間。佢又話，特首候選人規定係2至3個，不過點樣確保有2至3名候選人呢？就要由香港喺下個階段諮詢入面探討。無線電視駐北京記者鄭思婷報導。行政長官梁振英話，政府將會展開政改第3部曲。行政長官梁振英喺舉行特別行會之後，連同全體行會成員見記者。佢強調人大常委嘅決定並唔係終極方案。今次唔係最後嘅一個方案，唔係一個所謂終極方案。因為往後呢，我哋仲係可以根據基本法附件1第7款，如果行政長官嘅產生辦法需要修改嘅話呢，都仲係行嗰5部曲。梁振英話喺本地立法嘅層面，仍然有好多原則性嘅問題要解決，包括正式候選人嘅人數。人大常委今日嘅決定呢，係講2至3人，唔係講話不多於3人，因為呢因此呢係完全唔會出現一種情況呢，就係話少於3人，譬如1個人呢都可以成為一個有效嘅行政長官選舉，而1個人呢唔需要香港市民投票呢就可以自動當選。唔會有一種情況，如果我哋只有1個行政長官候選人嘅話呢，嗰次選舉呢就係失效嘅，一個制度上嘅失效。據了解，政府之後嘅諮詢有幾個方面要由社會討論，包括點樣進一步完善提委會嘅組成，以體現廣泛代表性。方向之一就係點樣擴大提委會選民嘅基礎。提名方式係咪應該分為推薦同提名2個階段？如果係推薦階段，要由幾多個委員聯名提名？每位提委會委員可以提名幾多人？係公開提名，抑或係秘密提名呢？普選投票係簡單多數制、絕對多數制，定係其他辦法呢？當局會展開第2輪公眾諮詢，並會喺下年第1季向立法會提交方案。無線電視記者林超儀報導。全國政協常委韓柱國認為，人大常委會決定要獲得提名委員會過半數提名先至可以成為特首候選人係必須。呢個關乎中央決定同埋愛港愛國嘅，因為呢，我嗰日亦都提到基辛格美國選總統一定必須要本土出世先可以嘅，因為佢裏邊呢就防咗有冇間諜喺裏邊。如果佢提委會要過半數，我諗佢亦都係呢個嘅人格審查。亦都好清楚個背景，究竟呢個人係咪愛港愛國？即係最緊要個問題呢，我諗都係牽涉到佢將來香港嘅特首係咪愛港愛國，會唔會得係無間道臥底？我諗呢個係佢最重要。佔中運動喺金鐘添馬公園集會，大會話有5000人參加，警方話高峰嗰陣有2640人。而多個民主派議員就重申會否決政府提出嘅政改方案。3個佔中發起人喺台上打鼓，寓意要向中央同特區政府發聲。有參與集會嘅市民認為，中央已經抹殺真普選嘅可能性。攞2個爛嘅俾我是但揀個啦，梗唔制啦！我要自己揀自己選噶嘛。不如佢哋名正言順話係欽點。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嘅決定失望。我哋唔願意再做選民。我哋嘅希望就係我哋周圍呢度嘅人，我哋要做頂天立地嘅公民抗命者。去到嗰一日，我哋做咩啊？佔
聯就強調會繼續發起學生運動爭取民主，而學民思潮宣布會籌備中學罷課。55個大專院校嘅學者發表公開信，話人大常委會已經扼殺繼續討論各種方案嘅可能性，對此表示失望同憤慨。佔中發起人之一陳健民多次向嚟到參加集會嘅市民作出呼籲，叫佢哋喺呢一度呢，即使係見到有唔同意見嘅團體，都唔好同對方起衝突或者係發生爭執，強調係要以和平非暴力嘅方式表達訴求。而民主派議員就表明會否決政府提交嘅方案。出嚟嘅呢，就係滿口謊言，所以佢提出嚟嘅嘢唔係普選。我哋請香港市民，請內地嘅同胞，請國際社會大家睇一睇，呢個真係貽笑大方。呃咗香港人咁多年，而家終於係扯開個面皮俾大家睇啦。香港人係絕對有理由感覺係被出賣。佢哋強調會繼續抗爭。無線電視記者譚美琪報導。